大家好，又嚟到我哋不平靜的書桌啊！今日咧我哋要講一個話題咧，就關於特朗普嘅嚇。咁就喺近排啦，特朗普啊或者馬斯克咧嘅國際新聞咧，每日咧差唔多充斥住我哋咧接觸到嘅社交媒體或者係傳統媒體啦。所以咧我就決定咧要講一個關於所謂嘅後真相政治啊。好多人咧稱咧特朗普嘅上台咧係一個所謂後真相政治嘅一個好重要嘅例子啊，甚至有啲人稱為後真相嘅年代啦嚇。但係咧喺我要講呢個話題之前咧，我就想講一件咧本地嘅小新聞啊。呢個小新聞咧就喺我準備嘅時候咧吸引到我嘅注意嘅。咁喺幾個星期之前咧，就有啲市民咧就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上載咗一段嘅短片喎。片段裏邊咧就有呢個食環署嘅外判清潔工啦，就喺深水埗嘅南昌街嗰度咧就貼咗啲街招，之後咧就再自己咧就清除咗同埋咧亦都喺度拍照咧記錄嘅。拍片嘅人咧就話啦，呢啲清潔工咧就喺度自編自導自演啊，就於是咧就媒體就即刻馬上跟進報導啦。咁食環署都表示咧會嚴肅跟進。咁最後咧就涉事嘅裏邊有4位嘅清潔工咧就被停職，後來咧甚至咧俾人哋炒魷魚添啊！咁甚至據說咧話要轉介俾警方跟進咁樣。咁同時咧就網上好多睇過呢條片段嘅人咧都爭住咧去指責啲清潔工啊，同埋咧就清潔工嘅外判商啦嚇，即係佢哋嘅僱主啦嚇。咁而當時咧，尤其係片段裏邊咧，就拍攝嘅人咧就同咧當時手持住戒刀喺度清理緊呢個街招嘅清潔工咧，就有啲你可以話對詞啦，或者對質啦嚇。咁當中有啲工人又用普通話嚟去回應啦咁有部分嘅網民咧就更加就指咧佢哋係大陸人恐嚇你講廣東話喺度拍攝嘅香港人。咁我睇呢單新聞嘅時候，第一個反應咧就諗到另一啲嘅問題嘅，就係如果咧呢件事咧真係所謂嘅自編自導自演嘅話咧，其實工人點解要咁樣做咧嚇？唔通咧清除街招咧係計件嘅係咪？而係咪外判商咧佢嘅要求咧嚇？嗱，我呢度咧就唔係質問咧呢位拍攝者或者媒體啦嘅意圖或者佢哋嘅問題，而係咧我真係真心想知道嗰個真相係乜嘢。我咧就唔係太相信咧世事就係所謂有圖有片就有真相咁簡單嘅。咁大概1日之後啦，有工會咧就協助其中2位工友咧去接受媒體嘅訪問。咁佢哋都表示咧就事件係純屬誤會嘅。自己即係啲清潔工自己咧就覺得自己好無辜，俾人哋解僱啦。佢哋又解釋咧，就話公司平日咧都要求佢哋用手機咧就拍低佢哋嘅清潔清除呢個街招嘅工作嘅，就做一個記錄。咁當時咧因為一時之間係忙，唔記得咗記錄，所以就要補拍，咁先至會將街招貼翻上去，再重新去影嘅啫。事件嘅真相係乜嘢咧？其實唔係我今日咧要同大家討論嘅。我淨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咪有另一種更加好嘅方法咧，能夠令到我哋知道呢個所謂嘅真相咧？或者我哋可以諗下咧，就其實喺互聯網啦，或者社交媒體即係興起，好似今日咁流行成為我日常生活一部分之前，其實我哋嘅世界係點嘅咧？整件事又會點樣發展嘅咧嚇？首先咧，我諗大概我哋就唔會咁快知道所謂嘅真相當然都唔會咁快可以確認到真相。如果有當時有報料嘅人咧，佢見到呢件事嘅時候，佢就冇今日咧好方便去拍攝分享嘅手機啦。咁佢咧會第一時間可能會咧見到呢件事之後咧，就去通知報館嘅電視台啦。跟住咧，記者可能要花一啲時間起碼1日啦，甚至可能好幾日啦去調查下，最後咧再用報導嘅形式可能係文字報導啦，可能係電視新聞嘅報導啦，嚟去話俾我聽嗰個真相。
但係咧呢個真相咧我哋都唔能夠話佢一定係最真實嘅，但係咧起碼係一個咧要求我哋有啲耐性嘅真實啊。心理上咧，我哋對呢個真實咧更加有信心嘅。但係咧，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就唔係咁啦，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唔一樣嘅傳播同埋科技環境，我哋可以跳過頭先講嘅所有步驟，直達咧所謂嘅真相。而好多人咧習慣咗用呢個方法嚟去獲取佢所謂嘅真相，但係咧呢個真相咧結果就係更加人言人殊啊，可以話係。例如啦，好似我咁，我係比較同情清潔工友嘅，我就會對於即係咁快可以單憑咧呢個片段咧能夠跳到去得出一啲結論咧，我就有啲懷疑啦。咁我所謂嘅真相咧，可能同好多網民係唔同嘅。咁咧佢哋咧亦都未必能夠咧俾後來工會或者嗰啲被解僱嘅清潔工咧係說服嘅。結果咧彼此之間嘅分歧咧，可以話更加似係一種價值立場以至係一啲各種各類嘅成見嘅交鋒。咁外判公司好明顯啦，即係點解會馬上要去停職甚至解僱呢啲清潔工咧可能亦都覺得咧呢個係最低成本嘅方法去息事寧人。真相係點咧？變得好次要，甚至可以話係無關嘅。其實咧，我呢度講嘅呢一種咁樣嘅傳播同埋科技環境咧，其實就係支撐住我哋咧，經常我哋呢幾年都好中意講嘅所謂嘅後真相政治嘅基礎。其實呢啲咁樣嘅傳播同埋科技環境咧，唔受國界所限嘅。不過咧，特朗普馬斯克咧，佢哋比較叻咧，去利用呢啲嘢咧嚟去呼風喚雨，搞出咗一種咧美式嘅威權主義。所以咧，即係馬斯克係要買咗呢個 Twitter 咧，就變成今日嗰啲 X 啦。特朗普又要咧繼續用佢個 X 或者係用佢有個叫做咧叫 Truth Social 咧嚟去自覺即係佢好多時講嘢咧唔係透過傳統嘅媒體嘅往往咧其實咧我哋第一時間咧係透過咧社交媒體知道佢講乜嘢。而曾經咧被認為代表住真相嘅呢啲精英媒體喺美國可能係講緊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呢啲啦，通通咧被咧貶斥為咧假新聞嘅製造者。其實唔少嘅學者或者評論人都認為後真相呢一個詞彙咧，其實係有誤導性嘅，就令到人咧以為咧以前嘅政治咧係講真相，而家咧就唔講政治人物咧打造咧另類事實咧，就令到跟隨者咧就信以為真。其實咧呢種講法唔係好準確嘅，因為政治人物講大話或者利用一啲半真半假嘅講法咧，引導輿論咧，可以話係由來已久嘅。好似香港呢個地方即係可以話係政治發育咧比較遲緩嘅地方啦。我哋喺10幾年前咧都識得乜嘢叫做 spin doctor， 亦都自創咗語言藝術呢個詞彙啦。但係咧後真相指嘅咧，其實並唔單單係咧政治人物冇句真而係真相或者尋求真相嘅動力過程，以至可能咧其實慢慢係消失嘅。而特朗普呢類政治人物咧，只係加速呢一種消失嘅過程。一個人咧講嘢應該係佢講一啲佢相信嘅東西，所以相信咧往往只有一種真佢可以指嘅係一個人嘅信念啦，一個人嘅意圖，亦都可以係佢咧真實嘅想法或者佢嘅經歷。喺希臘文裏邊咧有一個詞彙咧叫做Bahesia。咁呢個詞彙咧指嘅係咩咧？就係話一個人咧未必能夠用保證咧用邏輯或者證據咧去保證佢所講嘅嘢係真，但係咧佢咧係以佢嘅道德同埋勇氣咧嚟去保證自己講嘅嘢係真話。如果我哋發現呢個人講嘅嘢係大話所謂說謊啦
咁我哋意味住係咩咧？就意味住呢個人咧，其實道德上咧一定有損啦，可能係呃人嘅騙子，又或者係認為佢咧係因為受到壓力咧而唔敢講真話，而欠缺勇氣啊。咁咧喺後真相嘅世界裏邊咧，就並唔係呢一種謊言喎。啊，其實咧好多時後真相世界裏邊咧講嘅嘢咧，未必冇事實嘅成分嘅。個關鍵咧，可能係咧裏邊講嘅嘢咧，已經同咧任何一種真啦，無論真實嘅意圖啊，或者真實嘅經歷啊，真實嘅信念咧，係冇關嘅。於是結果咧，佢都同咧講真話嘅道德同勇氣咧變成無關。我哋咧不妨可以參考下咧一本都幾出名嘅著作啦，一本其實好細嘅書嚟嘅，喺1980年代咧，美國一位嘅哲學家咧，佢叫做 Harry Frankfurt 啊，佢寫過一篇其實係文章嚟嘅，短文嚟嘅，就叫做 On Bullshit 論胡說我哋亦都可以叫做當初呢篇文咧，其實好少人注意嘅，但係咧喺10幾年前咧就開始有人咧覺得哇係好珍貴嘅一個著作，於是咧將佢再版咧就成為暢銷書。喺本書嘅開頭裏邊咧，呢個 Harry Frankfurt 咧就話其實咧 bullshit 我呢度譯做胡說啦，其實咧唔係關乎於唔單單關乎一個人嘅品德，而係一個咧言不及真嘅環境或者習慣嚟嘅。佢認為咧每一個人咧有時候咧都忍唔住咧講一句兩句嘅呢啲 bullshit 啊。佢認為咧講bullshit 嘅人咧，其實同騙子或者被逼講假話嘅人咧係唔同嘅。講真話騙子或者被逼講假話嘅人咧，按照 Harry Frankfurt 嘅認為咧，其實佢哋都係喺一個即係所謂真相或者真理嘅遊戲裏邊嘅，只不過咧講真話嘅人就喺呢個遊戲嘅一端，講大話嘅人咧，其實佢知道乜嘢係真嘅，但係咧佢企咗喺呢個遊戲嘅另一端，係嘛？或者佢被逼講啦，但係佢都係企喺另一端，因為佢知道乜嘢係真噶嘛。但係咧，其實一個人咧胡說八道咧，其實佢就喺呢個遊戲之外嘅，佢根本就唔在意咧真係乜嘢。例如咧，我哋去用特朗普做一個例子啦，就係其實佢係咪真係認為烏克蘭咧開啟咗俄烏戰爭咧 started 當初你呢句説話咧係引起全世界嘅注意轟動嘅。我哋當然可以指責佢咁樣講係錯噶啦，因為戰爭嘅開端的確係咧俄羅斯嘅侵略。但係咧，我哋根本就冇辦法確定咧呢個想法其實係唔係特朗普嘅真實嘅想法，因為咧佢幾日之後咧，佢又話咧，佢又承認啦，呢個戰爭咧其實係俄羅斯發動嘅。跟住佢又講啦，佢就話咧，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咧3年嚟咧其實咧都冇讓步喎，冇去跟俄羅斯達成協議，結果搞到咁多人要戰爭裏邊咧要死而家咧只係得我咧大美國咧可以咧能夠同呢個普京談判交易結束戰爭，你最好咧坐埋一邊等候快樂啦，係咪？好，如果大美國有咁有能力嘅話咧咁但係澤連斯基要求佢保證烏克蘭咧可以得到安全佢又話唔得，佢又話呢個責任咧其實係歐洲，而且咧甚至有時又話啦，呢個援助咧其實都唔係免費噶你最好咧還錢啦，還唔到錢咧揾啲嘢嚟換下啦，例如烏克蘭嘅礦產係嘛，等等諸如此類。咁你聽到呢度嘅時候咧，你咧都其實唔係好清楚咧佢真實嘅想法係乜嘢。佢可能有時咧，好似想得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甚至得獎添啦又或者有時咧，可能你覺得佢可能咧為咗烏克蘭嘅礦產咁咧，於是咧佢咧又會
準備咧同佢嘴裏邊所講嘅獨裁者澤連斯基簽協議不過佢又後來又話咧，其實佢從來冇講過澤連斯基係獨裁者嗱，呢啲咁混亂嘅說話咧，我諗可以理解為咧就係 Frankfurt 所講嘅bullshit 胡說八道啦佢其中一個特點就係話咧，講嘅人咧其實唔需要為自己辯護嘅，唔需要提供證據或者更詳細嘅論據嘅，更加唔會認錯啦，亦都唔構成連貫一致嘅講法，因為本來就係唔連貫一致嘅，只係咧嗰啲新或者舊嘅bullshit 咧堆搭起嚟，甚至咧有時咧支持佢哋嘅人咧會繼續咧七嘴八舌咁樣去幫佢講說話啦繼續咧發明更加多嘅胡說 bullshit 特朗普嘅粉絲可能會話咧其實咧特朗普咧下緊一盤咧好大嘅棋，你哋睇唔明噶啦其實咧捉棋本身就係一個幾好嘅比喻因為咧捉棋咧其實係冇指向任何嘅真實，因為佢就係一個咧指向內部嘅遊戲嚟嘅一個一個嘅遊戲咧可以同真實世界係冇關係嘅，甚至咧有人可以好似陶傑先生咁樣講咧，就話你哋英文唔好即係冇聽得明咧特朗普講嘅嗰個 U 字係乜嘢，你哋根本就唔知乜嘢叫英語嘅語言藝術係嘛？面對住咧胡說八道，你當然可以反駁啦。但係既然咧冇指向一個真實嘅想法同埋意思嘅話咧，其實反駁咧亦都成為咗語言嘅遊戲。你當然咧可以去搞下呢個事實核查啦 ，fact check 但係講嘅人根本咧就唔會計較事實嘅。例如啦，好似美國嘅副總統曼斯咧，有一次去到慕尼黑發表演說，將歐洲各國咧係鬧齊晒啦。最後咧，英國衛報咧就馬上咧就將佢個演說裏面提及嘅6個國家嘅例子咧就揾出嚟，發覺裏邊咧好多根本就不符事實，或者隱藏咗一啲好關鍵嘅細節。但係你用事實核查同佢練過其實咧佢係唔會理你嘅，你都說服唔到支持佢嘅群眾，佢哋會覺得你提出嘅事實太煩啦，甚至咧反而咧讓人哋覺得咧你其實居心叵測，匿喺事實背後咧推動你嘅政治議程。佢哋甚至會講啦，衛報係啲乜咧？衛報咪就係左膠咯，或者甚至可以叫做癲咗啦 ，crazy leftist 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即係支持特朗普嘅一啲大亨啦馬斯克又好，或者係呢個 Facebook 嘅朱克伯格都好啦，佢咧就跟隨住呢個 X 嘅做法咧，就放棄咗事實核查，改用咗佢叫做社群筆記community note 佢呢個嘅改變其實咧都唔係事出冇因嘅。一般咧，我哋會認為極權國家咧，其實要製造同埋壟斷真理同埋真實。但係咧，新一代嘅威權領袖咧，根本係唔需要真嘅，亦都盡量令到我哋對真實咧係冇感覺嘅。可以話咧，真相已經係貶值啊。所以咧，與其講咧呢一場係一場民主同埋威權嘅鬥爭咧，不如講咧佢係有關真嘅政治。有人可能會覺得咧，我哋連自己嘅政治困局咧都解唔開我哋咧就咪鬼理咧美國嘅政治啦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哋起碼咧應該係花多啲力氣咧，同埋耐性咧去尋真，少講啲 bullshit。呢個咧一方面係對我自己嘅一個勉勵啦，同時都咧俾各位，亦都包括咧喺深水埗拍片嗰位朋友嘅一個贈言。OK， 今日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講另一本書、另一個話題拜拜。